個係世界上第一台有內燃機驅動嘅汽車，由一名德國機械工程師卡爾本茨喺1885年製造出嚟，亦都因為佢徹底咁改變咗人類嘅出行方式。你冇睇小佢係一台三輪車，喺嗰個年代見到呢台嘢，就等於我哋現實世界見到變形金剛一樣啊！Hello， 大家早晨啊！哇屌，哇咩嚟噶？哇，好似好犀利咁喎！Hello， 冇人驚啊，快走啦！而呢台奔馳1號係由一台單缸4衝程嘅發動機驅動，通過傳送帶同鏈條傳輸動力，後置後驅，擁有住1匹唔到嘅馬力，最高時速可達每小時15公里，可能你台電雞都分分鐘快過佢啊！而所用到嘅燃料係一種輕質汽油，當年多用於喺照明身上，所以世界上最早嘅加油站居然係一間雜貨鋪啊！而操作方面，呢台三輪車冇波箱、冇檔位，亦都冇倒檔，只有一碌操控桿控制前進同剎車，轉向機構採用轉動式手柄配合齒輪傳動，而佢嘅啟動方式亦都十分有趣。喺座位嘅下方有2個開關，分別負責電門嘅開合同節氣門嘅開導，分別調校好後，再去大力轉動後邊嘅飛輪就可以啟動引擎啦。最後將潤滑油壺打開就可以立刻去駕駛。當時卡爾本茨嘅老婆貝莎夫人花咗12個鐘完成咗144公里嘅路程，使得呢台車成功咁獲得咗人民嘅認可，並喺1886年1月29號申請咗專利，之後仲成立咗名揚四海嘅奔馳汽車。